采收，我还看到这个是毛毛虫呢。这袋鼠的臭虫，那是彩色的虫，不是因为这个臭虫。我常常看到在肉食饭店还有叼尾巴呢，在繁殖，要繁殖下一代，你看肉食饭店容易看到那个臭虫，彩色的臭虫，剪刀剪下来以后，你看最好要拿出，你看这个袋子里面就有虫，这都拿出来，那袋子翻过来，甩一甩，那个小虫都给喷走。你看这个，那个彩色的虫叫做臭虫，有的秋葵也会有看到。你看还有那个小蟑螂，小虫，你看，刚刚还看到那个，还看到毛毛虫呢，你看，先拿出来，就先拿出来，有虫的话让它跑掉。然后这个，你看，你看长得好的还有新鲜的，它很多都干掉了，那个干季到了冬天的干旱了。干季的很多都干掉了，还干掉了，有的都蹦开了。这种子就长这个样子啊，种子啊，有看到种子就赶快种了。你看，这是新的种子长出来，又开花又结果了。你看，现在冬天还要开花结果。天气热还会开花结果。